首先係頒發 K2 隊際獎。今年我哋喺 K2 組別有雙亞軍，第一隊係維多利亞海怡國際幼稚園 C 隊，成員包括李璽澤、余卓宏、駱雲帆、韓怡津。請得獎隊伍留步拍照。好，幼稚園代表都請你上嚟陪小朋友一齊影相啊！可以企疏啲，靚啲。你揸好啲個證書喎。第二隊亞軍係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成員包括祁柏穎、高正文、盧景俊、李正浩。請幼稚園代表上台同佢哋一齊拍照。好，我哋望鏡頭影張相。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就要頒發冠軍啦。冠軍呢係維多利亞海怡國際幼稚園嘅 C 隊嘅，成員包括陳令新、郭浩德、李天俊、陳偉晴。咁亦都請維多利亞海怡國際幼稚園嘅老師代表啦，可以上台嚟一齊同同學仔合照㗎。我呢度唔緊要啦，佢哋攞唔好理佢。得到 K3 嘅隊際獎係季軍嘉諾撒聖心幼稚園下午班嘅 A 隊，成員包括李月嘉、葉正熙、史逸博、史逸晴。請得獎嘅隊伍同埋代表嘅老師都可以上台同得獎嘅隊伍一齊合照㗎。我哋眼睛望前面相機鏡頭嘅位置。亞軍係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華貴村，成員包括郁述臣、陳俊宇、吳子晴、林嘉誠。請得獎嘅隊伍同埋得獎嘅學校嘅代表老師都可以上台同同學一齊合照㗎。係啦，我哋一齊望一望前面嘅鏡頭，笑啊！嚟到冠軍啦！冠軍係嘉諾撒聖心幼稚園上午班 A 隊，成員包括陳齊佑、賴永熙、余希朗、朱希晨。請幼稚園代表上台同佢哋一齊拍照留念。見過唔到啊！